20蚊一個其實都幾貴下，試下先。佢裡面呢啲魚子醬係幾多下？小姐姐咧就推薦呢個，佢話一定要 must try 喎。咖啡係幾適合用嚟打卡影相，和牛質香到不得了，而且肉質豐富好嫩滑，松露薯條香氣超濃郁，真係好食到停唔到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會同大家一齊去我收藏已久嘅餐廳。餐廳叫 RH Ocean Grill， 位於南加州 Newport Beach 嘅 Fashion Island 裏面，係 RH 奢華旗艦家具店嘅天台高級餐廳。1樓至3樓係佢哋家具展示廳，4樓就係餐廳。餐廳係以其優美嘅景觀同埋獨特嘅設計而聞名。佢哋嘅玻璃天花係幾特別，仲有好多橄欖樹、調酒區域，好靚嘅歐式噴泉，仲有巨型水晶吊燈，裝潢都好高級，特別適合情侶約會。今日就係我老公生日，所以又專登過嚟一程慶祝一下。我哋睇下有咩食先。價錢中規中矩，唔算太貴。不過午餐嘅菜式唔算好多。佢哋最出名係魚子醬特色菜式，仲有沙律、三文治等等。佢哋嘅 lobster rolls 係必點菜式，雖然係有少少貴，但係超好食。我而家就試下呢個 mini lobster roll 先，佢好細個嘅喎，真係半個手掌都冇。20蚊一個其實都幾貴下，試下先。好味喎！佢裡面呢啲魚子醬係幾多下？嚟到第二個前菜，不過唔建議大家點，因為太鹹。小姐姐咧就推薦呢個，佢話一定要 must try 喎。我諗係一個似三文魚嘅，加咗啲橄欖油喺上面嘅呢個 starter， 試下先有冇食先。有啲似煙肉啊，煙肉嘅三文魚，佢切得好薄。咖啡係幾適合用嚟打卡影相，咖啡味道正常就冇乜特別。呢個咧就有個 RH burger 啦，同埋隔離呢個嘅和牛 sandwich。我哋點咗5成熟嘅和牛，和牛真係香到不得了，肉質豐富而且好嫩滑，每一啖都超滿足，大力推薦。松露薯條真係好食到停唔到口，松露香氣超濃郁，又有淡淡嘅蒜香味，每一啖都好惹味，未食完都想點多一份。不過唯一缺點係佢炸得唔夠脆。RH Burger 係雙層牛肉加芝士，然後我再額外加牛油果，牛肉都係5成熟，肉量都唔少，不過我就覺得味道係比較普通。我食咗半個包已經食唔落啦。總括嚟講，餐廳嘅環境係唔錯，但係室內嘅環境係比較嘈，有啲似茶樓嘅感覺。個人認為都係室外嘅環境係更加好。最後我哋食咗223蚊。食完飯我哋就去室外嘅位置睇一睇，外面嘅環境都唔錯，同樣有噴水池，仲有唔少嘅橄欖樹。前面嘅位置仲可以見到海景，不過個海景係超級遠。我留意到大部分嘅人都中意坐室內，外面嘅人係明顯比較少啲。我媽媽生日晚飯都喺度慶祝，室外嘅氣氛係明顯係比較好，而且係安靜得多。晚餐嘅羊架賣相好好，而且係超好食。Lobster rolls 嘅龍蝦翼好新鮮，佢哋嘅牛肉係必點。食完嘢一定要落樓下睇一睇，千祈唔好錯過。
1樓到3樓係佢哋嘅家私擺設同埋佢哋嘅 design。RH 嘅家具好高級，每一樣嘢都似藝術品一樣，就算隨便揾一個地方都可以打卡影相。我都好唔會啲招。仲有好多嬰兒床等家具。然後我哋去隔離嘅 Fashion Island 度行一行。Newport Beach 嘅 Fashion Island 絕對係必去嘅景點之一。佢唔同一般嘅商場，而係一個高級嘅戶外購物中心，坐擁太平洋海景，充滿南加州休閒同埋時尚嘅氣氛。呢度超過100間店鋪，包括 Free People、Chanel 同埋 LV， 仲有 Rolex 等國際品牌。除咗買嘢之外，仲有錦鯉池同埋花園可以散步，一面享受陽光同埋海風。如果你鍾意今次嘅分享，記得撳 like、留言同埋分享，同埋訂閱我嘅頻道支持我。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睇法或者你想睇嘅主題，我會盡量回覆大家。期待下一條影片再同大家見面。